咱的姊妹大家平安啊！伫礼拜开始的大声哈，咱先用一段时间哈来为着咱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满心欢喜哈，来到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阮即来到你的圣殿，要来朝见你，要来敬拜你。主总是阮昨暗啊，伫台湾有经历啊一寡惊吓。主恳求你来将阮一切的心中的惊吓除去，啊，想使阮伫礼拜中会当有满足的平安。今仔日阮嘛特别欢喜，伫阮中间有洗礼个别信仰的要来加入伫上联教会。主恳求你的圣神会当对因讲话，会当称呼因做你家己的囝儿。主恳求你嘛，呼召阮。会当真做这洗礼加入伫上联教会大家庭的人，伫未来信仰的路程顶悬，真好的陪伴。主恳求你即时嘛，安静阮所有人的心，互所有服侍者会当伫服侍的时阵，抑阁专心听你要对阮所讲的话，互所有要来到阮中间的人的路程有平安。阮安尼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
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恁着对天顶称赞上主，伫悬的所在阿罗伊，恁着对地上称赞上主，地上所有的君王甲人民、贵族甲统治者、少年人甲在世女、老人甲囡仔，恁拢着称赞上主。哈利路亚！称赞上主。咱即马三角起立。来吟诗阿罗上帝，神圣诗第59首，是声婴儿安然得困。咱犹原听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在你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命，咱的主，因为圣神投胎，对在世玛利亚出世，以本流的道天来受苦，因是的死来从地府。第三日对下用国话，主名他这里传的被上帝光明，伊个对呀过来心怀我的信仰，我信圣神，信透过我教会，信我的相通，最下列有被过啊，另外的王名，阿门。会长，请坐。咱同心来祈祷，
至高至圣奖励万有的三一上帝，愿阿罗你。今仔日是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愿感谢你伫过去一年中保守阮的心，无论经过偌大的风影，你拢伫阮的尊顶来陪伴，互阮安然经过，无冰存。怎面对2025年全球的战乱、灾难甲不安，愿仰望你，因为你压一经斩断枪，互战争拢煞，传递和平。求你施恩保守无辜的性命，赐平安互受难之地，互明年的世界更加看见你公义甲和平的阳光。主上帝，感谢你赏赐阮生活伫一个自由佮多元的社会，阮会当有无共款的信仰形态、政治立场甲历史的观点。总是这也造成真侪的纷争甲对立，教会也无例外，帮助阮心中有你的疼甲谦卑，愿意理性对话，愿意彼此感性分享阮心内的惊吓、认同以及对这个土地的期待，互阮看见彼此的连结，也有共同的命运。同齐为着阮所徛起的国，求平安、民主、自由、公义、繁荣甲未来。感谢你保守双联教会，成做传扬真理的灯塔，互阮有能力去关心灾区的需要，国内外宣教的需要，也阁勇敢参与公民运动。当阮行入拜堂，看到坐伫阮头前后壁边的兄弟姊妹，拢是甲阮同款，尽力抵抗世俗潮流，专心一意跟对主耶稣的人，阮就感受到安慰甲鼓励。因为阮毋是孤单一个，因为阮知阮是你所拣选，将来要甲基督同齐治理世界的群体。帮助阮通过今仔日的礼拜，重新对准真理。求你也赦免阮伫过去一年中，也会知影甲毋知影的过失，用基督的宝血洗净阮，互阮伫进入新的一年进前，会当得到真正的透放甲圣洁。主啊，阮特别要替今仔日洗礼的兄弟姊妹献上感谢，感谢你亲身呼叫因的名，引带因对黑暗进入奇妙光明。求你保守因信心坚固，伫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财物顶悬，永有长进，会当勇敢为主来做见证。听阮的主，阮的祈祷无够额，但阮要用你所教示你的学生的祈祷文来祈祷讲。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启应文第31篇，我来启会众来用。迄个捌受痛苦的地，无搁踮伫黑暗。行伫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
因为有一个婴仔为咱来出世，伊要负担国政。伊的国政甲平安要加天无穷尽，要用审判公义来建立伊，保护伊，对他到永远。下面本堂的圣歌队要用诗歌来引出咱的敬拜，因所吟的诗是主啊，我情愿。咱三个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第2章13到23节。我要用现代台语译本来读。亲上家离开了后，主的天使在约瑟的面梦中对伊出现，讲：起来，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逃走去埃及。带遐甲我讲，通离开的时，因为希律在找这个细汉囡仔，要甲伊杀死。约瑟就起来，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透明离开去埃及，带伫遐到希律死。这是要应验主通过先知所讲的话：我有调我的囝出埃及。希律
一个知家己互亲上家骗去，非常受气，就找人将伯利恒以及周围所有的查甫囡仔，照伊对亲上家详细查问的时算起，2岁以下的拢杀死。这个代志有应验，主通过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话，伫拉玛有听到声，啼哭真悲伤，累结为着伊的囝儿在哭，毋肯受安慰，因为因拢无起来。希律死了后，主的天使伫埃及，伫约瑟的面梦中对伊出现，讲：起来，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倒去以色列地，因为要害细汉囡仔的性命，迄个人已经死。约瑟就起来，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倒去以色列地。约瑟听见阿基洛率接伊的老爸希律做犹太的王，毋敢倒去遐。后来伫面梦中得到指示，就提起加利利境内，到一个城叫做拿撒勒，住伫遐。这是要应验主通过先知所讲的话，伊要叫做拿撒勒人。愿上帝祝福听伊话、搁去行的人。今仔日林牧师所要讲道的题目是：我对埃及呼召我的囝，我对埃及呼召我的囝。请咱大家准备心来领受。兄姊妹大家平安，咱做伙来祈祷。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愿我的心所想的得到你接纳。阿门。3个月前，我顶一遍伫遮讲道的时阵，也阁是用英语牧师的身份，伫遮讲道。时间过了真紧，对顶遍的讲道了后，我就已经正式去来到儿童青少年的牧区，伫遐来正做一个青少年的牧师。3个月的时间其实也阁真短，我也阁真侪物件在学习。所以当我看到今仔日咱的教会历经课表，互我的这段经文的时阵，就其中的这句话，就是今仔日的讲道的这个题目，上帝伫旧约的圣经何西阿书11章第1节所讲的：我对埃及呼召我的囝儿，这句话特别吸引我的注意。所以今仔日是一个邀请，和大家做伙搁一摆来学习，安怎样来关心咱的教会的青少年儿童，安怎样来正做一个儿童甲青少年的陪伴者。首先大家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圣诞节敢毋是已经过去啊吗？圣诞节敢毋是只有一天，12月25号迄天若定吗？其实我看新闻才知影，台湾已经25年久无有行宪纪念日啦，所以我算算的对我今年39岁扣25岁就是14岁，是对我国中了后就已经无有迄种平安眠、圣诞眠隔工一定有放假的这种情形伫这礼拜三咱的教会的平安眠的祈祷会来了满10楼到11楼的人我和咱其他的牧师嘛，拢有一下惊到，讲哦，太有遮侪人。然后我转去到厝和阮太太咧讲，哇，今日平安眠来足侪人诶。我太太就冷淡咧甲我讲，因为隔工放假我想讲哦对啦因为有行宪纪念日放假所以咱的圣诞眠的音乐会坐毋是祈祷会音乐会坐满的人
啊，一般咱的台湾的信徒拢会感觉讲圣诞节是一天的代志，但是今仔日牧师要邀请大家小可进入即个咱教会年教会节期的迄种的节奏迄种 rhythm。首先是这张相片这个是咱的教会的大专组因今年有一个真特别的决定因决定今年无要庆祝圣诞节因今年为着大专的学生所办的迄个庆祝圣诞节的活动是伫11月30号。所以大家若是有关心伫咱教会所有的这庆祝圣诞的活动会发现讲咱的大专组咱会遮早就咧庆祝圣诞11月30。迄个原因是因为因做一个决定，因讲今年咱无要庆祝圣诞节今年咱要庆祝抬杠节。啥物是抬杠节？抬杠节就是咱即马头前即个布佮有圣歌队穿的迄个水水的白色的衫即马是白色白色是圣诞节期的色按过去4礼拜，即张布是啥物色？足深的蓝色还是讲紫色紫色、深蓝色迄个是抬杠节期的色伫抬杠节期中间，咱嘛会点到第一支蜡烛。第二支蜡烛迄个是一种期待、等待主耶稣要来临的迄种心情所以今年的大专组因有做一个决定讲咱今年要来特别庆祝抬杠节所以伫抬杠节第一主日迄天咱就来庆祝。然后因做了一个叫做 Advent Calendar 抬杠历Advent Calendar 是一个西方人你若是去美国，还是特别是欧洲因为我过去有伫德国因抬杠节的传统足明显对12月1号开始因就摕即个 Advent Calendar 即个抬杠历交代囡仔一天只会当开一价今仔日是12月1号开一价2号的时阵开第2个3号开第3个这种是代表一种等待我无要一遍所有的物件拢拍开我一天一天来等待主耶稣基督的来临甲降生所以今年咱教会的大专生咧做这个训练我有特别请伊做一个大专版大专的版本相连教会版的 Advent Calendar 每一天是一个行动迄个行动有可能是上帝做一个祈祷有可能是做一个马座的关系做一个行动来回应上帝嘛来等待主耶稣的降临所以这个会互咱看到讲其实伫教会历的中间，圣诞节毋是一天圣诞节是一个准备等待的过程嘛毋是圣诞节到了后嘛毋是只有一天你若是有清楚知影，伫咱的英语的世界咱有一首真有名的 Christmas Carol 就是圣诞的歌曲叫做 12 Days of Christmas 大家敢有听过这首歌On the first day of Christmas, my true love sent to me a partridge in a pear tree 这首歌是一个儿童婴仔的歌安尼 First day, second day 教囡仔安怎样去算日子互咱是一个活伫时间中间的人所以咱的教会历的设计抬杠节期有4礼拜圣诞节期嘛毋是只有一天其实是有12天咱若是看我遮倒边遮所写今年的圣诞节12月25号是一个礼拜4所以今仔日是主日礼拜今仔日是圣诞节的第几天？答案就伫顶悬今仔是圣诞节的第4天啦所以呢伫教会历的中间这个叫做圣诞了后的第一主日圣诞了后的第一主日咱的经课表互咱一个真困难的经文伊抑阁有圣诞节的迄种气氛甲感觉抑阁有天使抑阁有约瑟抑阁有玛利亚抑阁有耶稣但是即个
已经毋是咧等待期待要降生的迄个耶稣，即个是已经生出来的耶稣，已经降生，已经来临，已经是圣诞后的耶稣。其实啦，我今仔日上大的一个问题是安尼，教会历，互咱4礼拜准备耶稣的来临，啊，佮互咱12天的时间来庆祝耶稣的诞生。但是事实上，伫一个做父母的经验内面，安尼抑阁伤短，安怎样讲？其实，若是知影讲，因为我才单生2个囡仔，无讲无够足久啦，差不多3、5天的时间，我抑阁会记得。对，看到2条线，看到讲怀孕这件代志开始，爱偌久的时间，才到迄个due date，才到迄个12月25迄天。其实是爱差不多要9个月的时间，对，知影怀孕。其实是有9个月的时间，每一日在期待、在等待，嘛在准备。迄个婴仔唔知影什么时阵要生出来，啊，即摆的少年人有育儿有足侪足好耍的物件有一种 APP 我报互大家知有一种 APP 叫做怀孕APP 啦迄个 APP 内面甲你只要输入你的预产期，就是讲输入迄个 due date， 那耶稣来讲12月25号起印了后伊就会算互你听讲你即马腹肚内面的迄个是第20周后日开始21周每一礼拜伊甲你讲即马婴仔差不多偌大伊即马咧生头毛，伊咧生指甲，伊的头壳内面的发展是安怎？做一个爸爸我迄阵咧怀孕的迄个毋是我咧怀孕啦，阮太太咧怀孕的迄个过程我上期待就是每一礼拜安尼看迄个 APP，做伙来含迄个囡仔做伙成长，准备要迎接迄个囡仔来到的迄日，迄个叫做抬杠节期，若是照生囡仔这件代志是有9个月。教会咧，互咱12天的圣诞，12天的圣诞是啥物款的观念？大家若是有识圣经就会知影讲，圣经有记载耶稣诞生的故事，差不多有2 chapters， 2章左右的耶稣的诞生的故事。耶稣的成长的过程圣经甲伊全部拢跳过呢。耶稣是安怎样饲婴、饲奶安怎样上课补习班考试安怎样学习才艺等等，圣经拢无记载呢。所以我咧讲这个12 days of Christmas 其实是耶稣伊成长的这个过程的一个浓缩啦。伫12天的庆祝圣诞的内面，咱就爱消化吸收到底约瑟甲玛利亚是安怎样养饲这个耶稣直到伊30岁迄天会当长大成人，会当出来服侍，会当宣讲伊真有名伫山顶的迄个巴父的教士。伫经课表内面互咱这段足短的经文，互咱小可会当看见耶稣伊的细汉的时阵，伊到底经历什么款的代志？经文台语的版本是伫下骹安尼讲，马太福音第2章第13节，星上家离开了后，所以这个是一个圣诞过去的故事。星上家是啥物？咱即摆的圣经版本甲伊翻做星上家。咱以前拢讲博士啦，就是遐有智慧的对东方来调见耶稣的遐个博士。遐个星上家看到迄粒星来调见耶稣，但是星上家嘛会离开呢？耶稣嘛会诞生呢？耶稣嘛会生出来？耶稣生出来了后，剩什么人的责任？剩新手爸妈
的责任吼。顶礼拜咱教会的消息内面有讲吼，咱教会一个社青吼，国超弟兄吼，子轩吼姐妹吼，伫顶礼拜吼，咱教会咧庆祝圣诞节吼，12月21号的时阵喜获千金吼。当我看到这种消息的时阵吼，我拢会是关心迄个爸爸，讲爸爸吼加油哦吼，对即马开始吼100天吼。困袂好势哦，吼，100天的时间吼，每一暗吼爱起来2、3遍、3、4遍吼，有可能搁较济吼，无有法度有好好休困的时间吼，迄个困眠拢互拍歹去吼，迄个叫做先上家离开了后，先上家离开了后，就是约瑟甲玛利亚因的家庭的代志吼，因需要。养饲即个婴仔耶稣吼，互伊会当长大成人。我毋知影大家读圣经的时阵，敢有想过一个问题：是安那约瑟吼做遮个民望吼，新约内面记载遮所有一切民望的代志吼，拢伫耶稣出世的前后吼。其实吼，若是做一个新手爸爸吼，你就真清楚知影是安那安尼嘛吼，因为你咧困的时阵。你会入去，咱英语讲 deep sleep， 吼，深层的困眠的期，吼，然后你会去到啥物叫做 REM sleep， 吼，迄个叫做快速动眼期，吼。你若是快速动眼期的时阵是安那？你会头壳拄好咧整理白天所有一切的经验，吼，所以你会迷茫，吼。伫迄个时阵，若是婴仔哇，哭一声，吼，你起床。你就会安那，你就会做梦嘛吼，你就会记得你头怎做的梦吼。其实咱咧困的时阵拢咧做梦，只是你起来的时阵，伫啥物款的时间点，会影响到你敢会记得你所咧做的梦。主的天使伫约瑟的眠梦中吼，对伊出现，讲起来，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逃走去埃及。带遐到我讲通离开的时，所以这个是一个约瑟会晓做梦的约瑟。吼，你敢知影马太咧讲故事的时阵吼，伊的头壳内面有啥物？吼，伊的头壳内面有创世纪啦，吼，有出埃及记，吼，伊的头壳内面有迄个旧约的世界，吼，伫旧约的世界内面，啥物人足够做梦，嘛会晓解说梦。约瑟嘛，吼，约瑟伊伫倒位？伊伫埃及嘛，吼，你敢有听到？吼，这个是一个足古早创世纪出埃及记的故事，吼，搁一遍发生伫现在。迄个意思是啥？意思讲上帝要做大代志啊啦，吼，约瑟竟然在眠梦，吼，因竟然需要为着希律王要杀死这囡仔的原因，去逃闪去到埃及地。埃及伫旧约圣经内面，吼，自古以来就是以色列人逃闪的所在。吼，因当因的以色列地拄着饥荒，吼，拄着问题的时阵，吼，因就常常需要逃闪去到埃及。但是因去到埃及的时阵吼，迄个毋是因的厝，吼，迄个毋是因永远的厝，吼。上帝拢永远因对逃闪伫埃及一段时间了后，阁要倒转来到以色列地，吼。这是天使在咧讲的，嘛特别爱注意吼，上帝对咱人的启示吼，会当透过民望，会当透过圣经，会当透过咱彼此。和彼此所分享的一句话，咱需要去查考，去思想，什么是上帝的心意。而且咱看到一个约瑟，伊是会晓明白，而且嘛会晓听上帝的话语的一个老爸。天使对约瑟讲起来，带细汉囡仔逃闪去到埃及，带遐到我讲通离开的时。这嘛是上帝咱启示常常伊会做的代志哈。上帝常常毋是一摆，甲伊所有的计划拢
天开互咱看。上帝常常启示咱一步，咱爱勇敢踏出迄步，踏出迄步了后，上帝阁继续照迄个时，照迄个期，上帝来启示第2步、第3步。这嘛是我头先咧讲，啥那要鼓励遮个大专生，圣诞节毋是一天的代志，伊是一步一步的拍开，上帝是一步一步启示伊的心意，所以咱需要一步一步踏出去，照上帝的心意行。希律要找这个耶稣，要甲伊杀死，约瑟就起来。咱伫今仔日的经文内面会看见毋尔一摆，约瑟伊的回应。约瑟伫圣经内面是一句话拢无讲的人。我毋知影大家会当想看觅约瑟的即个角色。圣经的记载讲约瑟毋是耶稣血缘的老爸。耶稣是妈妈是玛利亚，血缘是玛利亚，但是爸爸是圣神，是上帝直接生的。所以约瑟耶稣毋是约瑟血缘还是血统顶悬的囝，但是圣经总是互咱看见即个老爸虽然迄个囝字毋是即个老爸亲生的囝字，总是伊承担一个老爸伫家庭中间的责任。伊约瑟就起来，一句话无讲，毋是拢出一支喙的老爸，毋是坐伫厝的看报纸的老爸，毋是叫玛利亚去扫涂骹煮饭的老爸，伊是约瑟就起来，承担即个家庭的需要，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透面离开逃亡，去到埃及，到遐住伫遐，到希律死。圣经实在是足够讲故事的啦。圣经讲希律王想要杀囡仔，但是最后死的人是啥物人？最后死的人是希律。希律赢袂过一个婴仔，逃亡去到埃及，然后这个婴仔会大汉，这个婴仔会成做上帝应允的囝儿。这是要应验主通过先知所讲的话：我有调我的囝出埃及。这就是特别吸引我的一句话。咱知影，咱伫台湾还是伫教会中间，咱久长以来拢一直咧讨论少子化的问题。咱台湾的社会结构，互囡仔愈来愈少。咱即摆的少年人无愿意生囡仔。咱甚至总统讲，这个是国安危机。咱确实需要好好啊读这句话，嘛好好啊向上帝祈祷，恳求上帝来保护、来引带咱教会的这个细囝，会当福音对埃及出来。咱知影耶稣伊生伫这个世间，伊毋是生伫一个无有痛苦、无有问题的一个世间，伊一生出来，就有希律王要甲伊杀，亲像即马每一个勇敢生囡仔的爸爸妈妈，伫咱的世代，咱知影，咱一生即个囡仔，咱就甲咱的囡仔交伫咧未来，伊一个人爱照顾四五个时势大人的即种的世界。耶稣嘛是毋是出世伫一个完美的、无有问题、无有挑战的环境，总是圣经有应允。我要对埃及来呼召我的囝儿。我感觉迄个是对我嘛希望是对咱第三堂台语礼拜的每一个咱的教会的时代，这大人，真正爱来关心咱的儿童，佮有咱的青少年，来引带因信仰的路，互因会当成做上帝对埃及、对这个世界所呼召出来属上帝的囝儿。希律一个知家己互丞相家骗去，非常生气，就找人将伯利恒以及周围所有的大部婴照伊对丞相家详细查问的事算起，
2岁以下拢刣死。吼，这个互咱想到啥物？吼，想到出埃及记的第2章。吼，迄个时阵，以色列人吼伫埃及做奴隶，吼，因生足侪囡仔，吼，所以诚侪埃及人的威胁，吼，所以埃及人决定安那，所有的查甫的吼，拢爱刣死，吼，所以圣经亲像咧讲，耶稣伊出世的迄个时代，吼，伫咧面对和旧约的迄个埃及王，吼，法老王的迄种共款的压迫，耶稣和所有受苦、流亡、受压迫的人徛做伙。这个代志有应验主通过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话，伫喇嘛有听到声，天哭真悲伤，雷吉为着伊的囝儿在哭，唔肯受安慰，因为因拢无去啦。这是晚年伤心的一幅图。照理来讲，囡仔出世，咱应该爱听到的是啥？是囡仔啼哭的声。但是因为囡仔受到刣死，所以啼哭的人换做啥物人？啼哭的人换做老爸老母，是晚年痛苦的一件代志。但是圣经在记载耶利米书的这句话，而且讲应验耶利米先知所讲的话，我感觉真特别有意思的，是这段话是出自耶利米书第31章。咱爱知影，耶稣迄个时代的人，拢是真熟圣经的话语的人。我昨暗咧地动的时阵，我就咧想一件代志。咱地动的时阵，咱第一个摕啥物物件？昨暗地动的时阵，你摕啥物物件较紧闪？手机啊！我听到手机啊！有人摕钱包，有人去揽厝里的人，敢有人会摕圣经的？这个圣经安尼记载讲，耶稣约瑟玛利亚甲耶稣因逃亡去到埃及，因拢有带因拢有炸圣经呢。伊头阵还会当读迄个何西阿书，即马还会晓读耶利米书。伊读何西阿书，读耶利米书，咱读到啥物？咱敢有爱读何西阿书、耶利米书？敢有对遐个经文中间听见上帝要撤去一切目屎？上帝要互遮流亡的人转去到因的厝，遐个安慰的声。其实这段经文的 immediate next passage， 就讲这段经文马上接落去伫耶利米书的内容，就是上帝要引带伊的百姓转去到因的厝。我搁举一个例啦，讲安尼咧引用圣经是虾米款的代志？我即马讲一句话的上半段，大家帮我回答，伊的后半句是啥物？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后一句是啥？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这个叫做引用圣经啦。引用圣经就是你引用头前，你马上伫你的头壳，你就知影后壁是啥物。所以伊遮虽然所引用的是关系啼哭，关系哀伤的代志，但是伫迄个 passage 伫迄个经文的后壁，马上就是上帝要应允，目屎要拭去，因要倒转去到因的家乡。经文继续讲，希律死了后，搁一遍，希律死，迄个要杀人的希律家己死。主的天使伫埃及、伫约瑟的面梦中对伊出现，这是天使搁一遍啊，上帝搁一遍的启示。咱看见上帝的天使，就算讲你人伫埃及，伊也搁有法度引带。主的天使伫埃及、伫约瑟的面梦对伊出现，讲起来，上帝拢叫咱起来，莫搁困啊，起来。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倒转去以色列地，因为要害死细汉囡仔的性命的遐个人，已经死。约瑟就起来，咱看见经文搁一遍强调，约瑟无讲啥物款的话，约瑟只有亲像咱圣歌队
所唱的，讲主啊，我敬我情愿，约瑟就起来，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倒转去伫以色列地。约瑟听见阿基勒王煞接伊的老爸希律做犹太的王，毋敢倒去遐。后来伫民望中得到指示，就退去加利利境内，到一个城叫拿撒勒，住伫遐。这是要应验主通过先知所讲的话，伊要叫做拿撒勒人。所以伫遮个经文中间，互咱看见耶稣毋是出世，伫一个无有痛苦的一个所在，但是上帝伊要拯救伊的囝儿，伊要一步一步引带保护伊的囝儿，无受到希律的杀害。我相信咱今仔日诚做伫台湾在少子化的处境内面，今仔日我对这个经文内面嘛是咧学习，安怎样来做咱即马台湾的教会内面的青少年人儿童的一个真好的引带者。圣经无互咱真侪的内容，关系耶稣细汉的记载只有真短，但是我相信上帝对咱的呼召真宝贵。上帝希望会当兴起更较侪的约瑟，虽然遮的囝儿毋是咱家己血缘的囝儿，总是因需要有保护者，因需要有引带者，引带陪伴保护遮的儿童甲青少年，互因会当伫信仰中间，最后会当明白，因是属上帝的囝儿，因是上帝要对埃及呼召出来的人。所以圣诞也是今仔日要洗礼的人，也是顶礼拜才生一个婴仔的新手爸爸，拢毋是结束。圣诞了后第一主日，代表的是旅程大要开始。耶稣毋是诞生伫一个无有苦痛的世间，但是对伊的诞生开始，伊就威胁世间的政治甲权力。虽然毋是约瑟家己血缘的囝，但是约瑟因为上帝的呼召，就甲耶稣看做家己的囝，引带全家，无讲一句话来成做这个家庭的保护。流亡埃及，伫遐等待几若年，才搁倒转来了后，搁秘到加利利的迄个真细的一个城，伫遐养饲陪伴一个细汉囡仔，直到伊30岁长大，会当出来宣扬上帝的福音的迄日。我希望今仔日的这个经文是对我的一个呼召，嘛是对每一个人的呼召。来关心咱的教会的青少年，相信衷心回应上帝的行动，咱是咧应验先知的话，咱是互圣经的话语，毋是久长以前古早的故事，是伫咱今仔日的世界，上帝也搁要呼召真侪的囝儿对埃及出来。今仔日有一个见证，咱即马会当做伙来看。大家好，我是邱佩芬。那我接触到信仰是因为我们家小时候隔壁就是教会，有幼稚园，所以我就读了那间幼稚园。那我自己又是独生女，only one， 所以假日无聊，那时候周六还有上课，周日不用上课，所以周日我就去了主日学。那主日学就可以遇到幼稚园的老师啊、园长，所以很熟悉、很亲切。那虽然家里不是基督信仰的，但是从小就在教会长大。也是像基督教家庭一样的孩子一样，就从主日学，然后到了国中就有师范班，然后也有诗班，然后到高职，牧师说，时间到了，可以受洗了，我就受洗了，就很自然的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我是佩芬的先生，我叫许恒玉，也是从小就是在教会长大，但我是在那6条通会幕堂敬礼圣经会。17岁受洗。我自己是高雄中会，所以可能寒暑假有一些活动或是研习营，就会办在台北的双联教会，所以双联教会这个名字不陌生。有了小孩之后，就想说要有母语和信仰
的教育对于小孩，所以就问了语言说：“双联教会会讲台语吗？还是主日2有在教台语吗？”语言说有，而且是品质保证，所以就把小孩带来，然后就顺势一起聚会。来到双联大概也有几年了，那我们最主要是在葡萄树小组，对，那虽然我的参与度不高啊，对，因为工作的关系，对，但是我觉得能够有时间稳定在小组里面，其实是最好的啦，对，不然的话，其实如果只是到主日，但是没有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比较特别的是，我目前是全职义工。全职义工的概念就是有点类似我们如果对圣经熟悉的，就是新约的使徒生活。我们的机构是同工住在一起，然后房屋共用，然后没有薪资。那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就是因为我们机构是一个 NGO、NPO 的媒体。那可是大家想到媒体可能就是很花钱，那我们希望把这个所有的奉献捐款可以集中在媒体的营运上面，所以我们的同工是没有领薪资的，可是我们有全人的照顾你要吃，你要手机的通讯，这些都是由机构来提供。那车子也是人家捐款，所以我们就也有交通车，就是机构有派车给我们。我觉得这个经历是学习交托，跟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明天电费要缴了，没有缴就会被剪断。那刚好今天就有一笔符合这个电费的金额奉献进来，所以15年来我经历了这些，就一般人看起来可能不是什么经历生死，或者是经历太特别的，可是这就是日常，这是我们日常在经历的。那你说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学习到交托跟信心的功课比较多。就是如果真的要找到真神，我感谢主，我找到了，那我也希望愿意接受，知道这个真神接纳他为自己生命的主的人，这是对的决定。那如果找到了，我们就不要再犹豫说，只要我们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把这个相信说出来，它是真的会有影响力的。对今仔日这个见证中间咱嘛会当知影咱的教会的主日学青少年的教育是偌尔重要，会当引带人来到主的面头前。今仔日这个经文讲，这事发生就应验主这先知所讲的话。我对埃及呼召我的囝儿，愿今仔日受洗会当对圣神遐听到，恁是上帝的囝儿。嘛愿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会当做伙，亲像约瑟甲玛利亚的角色，来引带阮的细囝来成做上帝的囝儿。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知影圣诞节毋是只有一天的代志，毋是只有将囡仔生落来，就无需要照顾，无需要养饲。主，阮所生落来的这逝世囡仔，主因是生伫一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亲像耶稣基督你家己相款。你含面对这所有一切挑战、流亡、失落无有家庭的所在的人，三甲伫地。主愿你来兴起搁较济的约瑟甲玛利亚，会当成做阮即个世界、阮即个世代的细汉囡仔、青少年，真好伫信仰顶悬的引带，互因直到有一天，因会当家己告别，因是属伫上帝的囝儿。愿你兴起，嘛愿你家己圣经的话，今仔日嘛要应验实现伫阮的中间。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20首，救主出声叫我，请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即摆请执事来设法奉献。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守护阮所有一切的上帝，求你接纳阮用感谢的心奉献伫你面前的金钱，诚侪你圣工的路用。阿免。请坐。这是咱要来举行圣礼典。首先，咱来做圣灵洗礼，请咱这6位兄弟姊妹，当出来到台前。
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过活了后，还未上天的大圣，伊有讲：天顶地下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就假是因守，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照圣经记载，伫五旬节的时，彼得传福音，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悔改，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到互恁的罪得到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记那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所以亲像迄时彼得叫人着悔改信耶稣基督，佮受洗礼。但我也要对恁六位讲，恁着深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佮伫伊的名来受洗礼，即个圣礼典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佮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所以恁六位要接受洗礼，恁着诚实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恁的信仰，来回答牧师所问恁的。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伫伊的道路，尽恁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做啊无？这个时阵，咱请会众起立。杨淑英，杨淑英，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来，这样哦。林信之，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洪伟新，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张义华，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陈建峰，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张志旭，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加成，佮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
当恁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礼，我靠教会头也是大灵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连教会小会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加新的约的稳定。会众写者，咱同心来祈祷。全能永远的上帝，阮感谢你遮尔大的稳定，用今仔日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甲查某囝进入你的教会。主啊，阮愿你祝福因，求你用圣神降落伫因顶面来坚固因，也用稳定赏赐因，互因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踮伫你内面。当因拄着试探的时，求主保护因，互因会精进信仰好的精进。愿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听，佮互因一世人会当服侍你。亲爱的主，阮恳求你，互阮通过今仔日这个圣礼典，佮较会明白洗礼意义。求你赦免阮。求你保守阮，互阮会通搁一遍倒转来归伫你，对答了后要做你尽忠的奴仆。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好，这个时阵，咱要请牧师甲教会的小会员长老来握手接纳受洗礼者。水。向后转哈，来，向您向后转。我来介绍哈，第一位是我介绍到的时阵吼，请伊的亲友，也是讲伊的小组员团契的客友吼，会当起来吼，咱做伙欢迎吼。第一位是尤素英姊妹，尤素英姊妹。第二位是咱的盲朋友林信基姐妹啊。第三位是洪维新姐妹。来过是张怡桦姐妹，
再来是陈建宏兄弟。最后一位是张志旭弟兄。好请咱若有礼品要赠送的，等下吼，礼拜结束了，较赠送互因吼。好，请恁先回座吼，咱要继续进行小礼节咧。咱这是要来进行小礼节咧，请遮个囡仔的老爸老母带因到。亲爱兄弟姊妹，请咱注意来听马可福音书的记载。有人带细囝来求问耶稣，要互伊摸，学生接庇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来求问我，无得见面，因为上帝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凡若承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画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即摆也无法度明白信仰的事，还佫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恩典约的后裔，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厝内的囝儿甲查某囝，互因属伫基督来做伊的百姓。所以咱请父母带细囝来到头前，恁的细囝要受洗礼，恁就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前告别信仰，诚实回答牧师所问恁的。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卫师啊无？恁着瓦靠上帝所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教示恁的细囝，用基督甲好的行为来培养伊，互因会当所行合伫上帝教会法度。恁有约要安尼行无？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会当守即个约。即个时阵，咱要来行洗礼，会众请起立。康乃馨，康乃馨，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好，去母亲节的时阵较乖啊。来，陈若曦。陈老师，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
陈其俊，我用水来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陪参会员，有份伫新的约的稳定。当这个细囝的父母甲会长亲自作证，也着三甲分担责任来培养伊的信仰，直到因接受虔信的。咱三甲来祈祷。全能永活的上帝，阮恳求你来保守照顾这四位细囝，引带因的身躯甲灵魂，互因的智慧甲年龄若加添，上帝甲人若听伊。阮恳求你将稳定丰丰富富赏赐因，引带因平安过囡仔的时期，救因脱离少年的诱惑。直到成年的时，会当家己来告别家己的信仰，佫会坚持到落尾。是来主上帝，你的圣子耶稣基督伫拿撒勒捌过世间的家庭生活，阮求你祝福这世间的家庭，求你赏赐因的父母，既然照顾伊的人。互因有智慧甲温柔的心来照顾细囝，通伫你的听的内面成长。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会众请坐。来，行。请您向后转哈，牧师来介绍。咱对牧师的正评来介绍哈。王雨欣，王雨欣，伊亲人朋友拢爱徛起来哈。爸爸是汉语妈妈是佩语哈。他们献歌队拢是啦哈。第二位康乃馨，爸爸是赵福，妈妈是锦怡哈。请坐。第三位是陈若曦，陈若曦。爸爸是世光，妈妈是燕燕哈。世光就是美仙干事的，是哥哥小弟，弟弟哈，弟弟。最后就是建丰的囡仔陈其俊，陈其俊。好，咱即摆先回座哈。第二我来介绍迄个有咱中央教会转会籍来到咱教会。邱佩芬姐妹，甲伊的细囝徐永全小朋友，我们这里这位，来。咱三个来关心教会事工，来看周报第4页，基督会事工。这个拜四因为是放假，所以拜四的基督会暂停一届。然后年尾的感恩基督会是伫本礼拜3 12月31日暗时7点半到8点半，伫10楼礼拜堂
邀请所有会友同齐来参与。集体关怀，恭喜本会李国超弟兄甲郭子轩姐妹伫12月21生一位千金，愿上帝眷顾新生儿甲因全家。然后来看第6页，吴伯珍讲义所委员会消息伫今仔日有一个福音音乐会伊的主题是灵感的源头普世欢庭，要用经典的圣诞音乐来带领咱重新体会耶稣降生的喜乐甲和平。咱真欢喜有邀请到真出名的演奏家，就是 Sandra Wright 要来带领这个音乐会。伊的地点是10楼的礼拜堂厅，伊的流程是念米礼拜结束了后到12点20是简餐，然后12点半到1点是娱乐以及介绍，1点到3点是见证分享，欢迎大家来参加。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念米这个钢琴要刷动所以头前3排咱先莫坐互工作人员来将这个钢琴甲设法好势，才来入座。报告以上。即马请林牧师来欢迎来宾以及做牧养的代祷。代表教会欢迎第一遍来到阮中间的新朋友第一位是中西佑介伊是日本的参议员中西佑介在后面伫后壁遐欢迎。请坐。过来第2位是林婉瑜姐妹在那边好。第3位是郑明玉姐妹在那边。好。等下礼拜结束了，欢迎老婆伫外口的 VIP 室有牧师来特别代表教会来给大家欢迎。咱三个来唱沙尾边的诗，圣诗305首，我活是为基督。请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交通，含正大家三角对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岛社温强受车欠。